这个全球新冠病毒的疫情进入到第2波，就今仔民众的来放松，出现着防疫的破空。疫情指挥中心来公布着秋冬防疫的专案，12月7日开始进入到8大场所强制挂喙罨，款都无听食，相关罚款75000块。若坐无人机，不管台湾人、外国人，拢爱交3天内采阴这个阴性，无为着病毒的证明，才会当来就无人机。然后早上该戴的口罩，现在也把它戴上哦。游客请务必戴上口罩。戴口罩，今仔开始啊。敢有感觉真熟悉？无毋对，会记得今年1月份疫情较严重的时，大家拢会挂喙罨，要过即马伫街仔伫行的人，真侪人无挂喙罨。即马国际疫情真严重，台湾嘛将加强推出秋冬的防疫专案。12月7日开始，8大场所包括医疗照护、大众运输、百货商场、KTV、健身房等等，这款休闲娱乐场所拢爱挂喙罨，若口腔唔听，上悬会使罚15000块。在这样的原则下，没有戴经劝导不听，我们强制罚款。那室外的话，我们尽量是劝导。学校跟补习班，相对他们接触都是特定的人了哈，所以我们对特定人没有说特别注重，你全部都要。对了，对内加强管制，对外防疫嘛加强。全部的人只要入境的都要缴交3日内 COVID-19 核酸检验的核酸阴性的报告，是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证明那仍然是可以登机，但是入境的时候一律自费检验。另外，嘛有定奖励机制，加强病院通报的采验数。若是疑似病例最后诊断是阴性，产生一寡医疗费用，中央会出钱。秋冬措施严密的管制，就是要防止新冠病毒趁这个时阵作乱。